来宾请掌声鼓励。陈德会长你好。南蒙的精灵。对呀。乔佑的歌曲嘛，它就是向慧莲的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对，系啊。南蒙精灵，有唱到精灵吗？无啦，唱到唱歌啦。真正哦。无精灵啦。谢谢你哈。好啦，谢谢啦。你给网络上的朋友感谢一下。感谢海克拉斯网络直播的好朋友哈，今天我们钻石歌友会来在这里歌厅秀演唱，希望大家多多鼓励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准备一下哈。